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珀麗灣中原珍妮花。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個高質高私隱嘅樓盤俾大家。單位位於珀麗灣5期，實用面積762尺，係一個3房套，有露台，有士多房，加上我背後呢個咁靚嘅觀景，歡迎一齊跟我過去參觀下。全屋地板更換，入屋已經感受到採光十足，觀景震撼。燈槽燈飾兩者俱全，左右廳設計飯客廳分明，以深色木板作為飯廳同部分區分嘅主體。客廳私隱度高，採光十足，觀景震撼。連露台都以木係做主題，好有大自然風味。每日見到唔同嘅船隻穿梭汀九橋、青山公路海，望埋深井海景，既有山又有水，觀景豐富。觀景超過180度，而且私隱度高，仲可以望到沙灘海景添。廚房空間大，都係呢一間屋嘅賣點。明火煮食改電磁爐，U 型工作大台面。值得留意嘅儲物櫃特別多。通過呢個木藝走廊帶你去到士多房，空間一啲都唔細，可以做工人房㗎。嚟到寢室區，採光十足，房間以長形設計，觀景與廳相若。走廊做咗隱蔽式設計，將浴室隱藏。呢個浴室以淋浴區為主，有窗唔係黑廁。兩個房間面積相若，冷氣更換。呢個牆身可以放到一個唔細嘅衣櫃㗎。觀景一樣寬闊，主人房大，開積好用，都係呢一間屋嘅特點。大玻璃窗設計，觀景好似一幅畫咁靚。設有獨立凹位放衣櫃，一啲都唔嘥位，空間盡用。L 型活動角窗設計，空氣流通。主人房觀景係全屋最寬闊。仲可以望埋日落黃昏海景。主人房浴室梳妝台面大，儲物空間多。以浸浴區為主，保留原有玻璃浴屏，有窗唔係黑廁。唔知道今日珍妮花推介有冇興趣呢？呢個單位我哋有鎖匙，可以隨時睇樓㗎。呢個單位係一個罕有嘅優質樓盤，高私隱，超過180度嘅全海景，據說仲係一個唔錯嘅風水樓添。可以俾電話我珍妮花幫你安排。最後記得喺片尾俾返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